香港同胞咁多中國嘅困難，亦都幫孫中山先生去推翻滿清政府，建立民主。到香港同胞由中國共產黨統一呢個大陸之後咧，所有遇到嘅國家嘅困難包括60年代、50年代幾多物資接濟中國，係啊，亦都出咗好多外國人士啊！嗱，包括霍英東，霍英東都真係屬於外國人士，亦都好多嘅。咩佢左派好多，香港有啲有心嘅左派人士咧係好愛國嘅，絕對忠誠嘅，我哋知道。但係佢哋愛到咧瞓喺頸嘅，愛過龍唔可以叫做愛到咧就冇咗個心。一個盲目，因為佢唔用個心諗去愛，即係維園阿伯。你話維園阿伯愛唔愛國？梗係愛國啦。但係佢呢個愛國咧係情執噶嘛，佢唔會去思索，唔會跟住個時代去行噶嘛。好啦，你剩低一啲咁嘅有利益嘅左獨嘅人士，為咗自己鞏固自己嘅地位，造謠生事，搞假情報。搞假消息，再利用一啲環境去搞啲鬥爭嘅事件出嚟，係攞着數。但係當然香港有一班搞屎棍，即係打個民主招牌啊，搞啲好似李柱銘之流啊，自己扮有地位啊，以為真係有令人哋錯誤咧，有美國佬支持佢，香港搞民主咪有。身為大律師幾廿歲，你都告老還鄉啦。老豆國民黨啲人，就呢啲人死咁嘛。